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繁华的都市，夜晚经闪烁，像场的音乐响起阮的身边。虚情点胭脂，假爱孤孤甜，只有寂寞无看见。一蕊红玫瑰，一杯威士忌，像场的戏花围伫阮的身边。明知是虚伪，不愿来离开，因为孤单愈想着你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，无药通医。啊，不知影思念你原来是一种滋味。酒啉好醉，饮予伊时时昏昏去。对，系啊啦，系啊啦。是啥物代志安尼遐尔啊着急？我拄则甲阿母洗身躯的时候，我目睭皮安尼皮皮跳、皮皮喘呢。我听人讲哦，安尼就是有歹代志要发生啦。人安尼凊彩讲，你就是相信，你着安尼想过紧张才来安尼。毋是紧张啦，一定是互迄阿玉气的啦。退的，咱明仔载莫去卖菜啊啦。明仔载莫去，也后日也莫去。哼，安尼咱厝内面是要吊定是无？对啊，我知影你的意思。伫咧隔壁，伫咧做生意，逐工安尼歹面相看，有影日子是较歹。也毋过啊，咱生意嘛袂使无做，较忍耐，过一阵后就无代志。无代志，无遮尔好康啦。阿玉啊吼，咱内部骂甲安尼啊，一口气我若无吐转来吼，我绝对袂放伊煞的啦。你无听人咧讲，冤愈结是愈重，受愈结是愈深，何必苦呢？佮再讲。人柳顶的迄家，平常时也真关心咱。咱厝内面若拄着啥物代志，人头到尾嘛拢甲咱挺甲到。咱无鸟意计较别人的缺点，有时阵啊，咱嘛在想着讲人对咱的温情。唉，这也莫怪阿玉啊，伫咧受气啦。伊敢若问题啊，即个囝婿尔啦。后摆食老真靠也靠伊啦。假使讲问题啊，这职位若真是出问题，实在讲刘顶的人啊，某影响也真大。所以有时阵哦，阿玉啊，伊若受气伫咧骂咱放长哦，就甲放互较快咧，都无代志啊。你无听人讲，人讲人生海海啊，对无？阿婆转来啊。阿爸、阿母，来宝啊，有找到人无？我应甲阿兴甲老两这两个人哦，出去甲问题也见面。迄个查某囝歹头家哦，去人掠去。问题的代志哦，会用讲是用解决好势。刘天啊，早起我看文迪安尼喙笑目笑去上班哦，我规个心情哦嘛轻松起来呢。我嘛共款足轻松的咧。当你逐工嘛咧轻松，你敢捌烦恼过？毋知我拄听到文迪出代志的时阵哦，我是强要断开伊呢。好佳哉吼，代志拢解决来啦。我敢有足简单？你是讲文迪还有代志是无？你哦，凊彩安尼使性地啦，甲推过因规家伙人骂甲要臭头，连内宝是一只家宝地鸟鼠，这款话你也讲会出嘴？啊，阿蕊吼，
一定气甲袂食袂困啦。你歹受煞啦！有丁啊，你看要安怎？啊，这芳寿是谁讲破，啊，就谁去甲补起来就对啊。你拢安尼吼，叫好凉凉啦。放心啦，我家己处理吼，有若无问题的啦。阿瑞啊，今仔天气吼袂歹吼。真歹讲哦，昨昏的天气嘛真好啊，也毋过忽然间雷公死那下叫，我要惊死人了。敢有影咧？阿瑞啊，你愈来愈敖讲话，人嘛愈来愈水啦。哪有啦？佮讲哦，嘛是你较水啦。对啦，阿瑞啊，问题迄件代志吼，已经安尼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啊啦。阿玉啊，你真欠卡呢！你念迄警察局的代志，你就有法度甲办甲好势。毋是啦，是恁内婆也搞啦，恁内婆也准备解决的啦。哦，恁内婆啊吼，这头壳真好，骹手嘛真紧呢，真紧就警方抓着歹人啦，足使人钦佩的啦。无影啦，阮内婆哦，无影遮尔敖啦。人有人讲，阮内婆是家宝地鸟鼠，也毋惊喙就烂去。阿瑞啊，歹势啦。你若咧骂我吼，我有若无话讲啦。也毋过吼，你较有度量啦，你着原谅我啦。阿玉啊，我是咧讲笑，啊，咱大家拢是好朋友，过去代志吼，就莫阁提起啊。对啦，对啦。敢若是有人要食面款哦，紧去趁钱较要紧啊。安尼咱有闲啊，搁开讲，我先过来啦，吼，无用做你啦，啊。啊，恁两个拢讲好势啊。迄阿玉啊吼，就是安尼啦。头家娘，遮。哦，伫遮啊。嘿，我就住伫遮，歹所在。头家娘，你咧看啥？无看啥。好，内底坐啦。坐啦，头家娘。好。内婆，你住遮住偌久啊？我自细汉就住伫遮。哦，住遮尔久啊？对啦，阮爸搬转去下港真侪年啦。后来吼，阮伫台北有买新厝，等我进前才又搁搬倒转来遮住。啊，锁丁啊，锁丁，你来者。我甲你介绍者，这是我的头家娘啊，伊就号做杨锁丁。头家娘你好，好好好，我今仔甲你泡小茶哈，多谢你啊。头家娘，我会甲你借遐尼侪钱哦，都是为着要替因兜解决债务的问题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内婆啊，但你家己都无钱，煞会当借钱替人还债务，可见你的爸母一定真好教囝。阮爸母是真好啦，啊，毋过吼，过去我互因作失望。过去无重要，重要是未来。内婆，你有打算要甲锁丁仔结婚啊？是？也袂啦，看起来吼是有适配。对啦，内婆啊，我煞袂记的，我要替你办保险。头家娘，啊办保险是要创啥？安尼较有保障啊！啊，小等下，你身份证摕我一个。好啦，这生日才差1个月，敢会是伊？啊，若假使毋是伊，我哪会对伊哦有特别好的印象？
卡叔，那真是神医。安尼，我是要安怎才好咧？头家娘，哎，来宝，转来啊！头家娘，今日咱四甲迄边哦，工地我已经做5只去啊。哦，辛苦啊！来，坐一下。哦。来，啉茶歇困者。头家娘，唔免啦，我家己来。头家娘，啊是有啥物代志是吗？无啥物代志啦，想要甲你开讲一下。哦。来宝，你敢是你老母亲生？头家娘，你哪会问这个？真歹势，我若问你这个问题，实在真误。我倒觉得毋是老母生的，对无？头家娘，你对我遐尼好，其实甲你讲也无要紧。我毋是阮阿爸阿母亲生，也毋过因对我的疼惜无输亲生囝。但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爱着才知影疼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来，啉茶啦。多谢。恭喜你找到头路。本来我搁在烦恼，你找头路有顺利无？你找的头路敢袂满意？今日看你心情足好的款，安尼我就放心啊。多谢你的关心。啊，你咧？公司的新工程当时几工？过几工啊？这个工程是伫下港，你要落去下港？留伫台北，对你、对我拢无方便。是安怎？我知影，你是一个有情义的人。假使我若留伫台北，你搁较无闲，三不五时啊，你嘛会来看我，关心我。对啦，迄个寿天敢搁住伫恁兜？伊也无所在通我去啊。来宝，会当找到一个好的对象，你千万唔通放弃。我希望你会当较早结婚。当然，我嘛愿啊，会当找到一个知心的人，来做伙斗阵打拼，创造一个美满的人生。也不过，我的过去，予我这个梦，袂当实现。我并无怨恨，别人对我无公平，将心比心。假使我的囝要娶一个太过好的查某来做我的新妇，恐惊我嘛会反对。大宝，真多谢你来找我，不管你来是毋是为着婚事，我拢真感谢你替我的心肝来，我永远祝福你，我祝福你。退的啊，这几工哦，阿母煞甲锁顶哦定条条呢。啊，煞毋知阿母的骨头酸痛，安尼叫锁顶安尼家己对，这边哪会要紧？啊，对嘛，袂用对规工啊。啊，你是伫咧烦恼啥呀？我甲锁顶哦，对个赢去哦，无爱住咱兜啊啦。袂啦，迄是因为内部也无伫咧厝的，阿母甲锁顶仔就靠话讲，伊毋才会找伊做伴尔。
阿爸、阿母，我倒来。来宝啊，今仔来遮尔晚。对啦，我听锁顶讲吼，恁头家娘你是有来咱兜，还是来创啥？哦，无啦，阮头家娘哦，就是叫我驶沙石仔车去工地看者。等去工地的路途中哦，伊听讲咱兜住在遮附近，就来咱兜坐坐，无啥物代志啊。恁头家娘哦，对你遮尔好，来咱兜也无好好甲交代，真是真歹势呢。袂啦，阿母，迄头家娘哦对我真体贴，袂看我计较。对啦，阿爸阿母，我来洗身躯啊。对个，拄则来宝来讲，因头家娘对伊真体贴啊。伊公安敢有毋对？哈，是有体贴，毋着变做有感情。对啦。哎呦，蕊啊，你嘛咧太神经质啊啦！当来宝因头家娘应该嘛是袂少岁啊，你是想对倒位去啦？推个，后个月初十吼是好日子啦，迄来宝甲锁定的分数哦，紧甲办办呢。蕊啊，我会知哦，看你袂出食饱上用款的，你都一感觉毋都拢无用这就好啊。毋是我食饱伤用，是我经教头有责任。来宝若较早娶某，我对恁老母都有交代啊啦。好啦，要无哦，我才找来宝好来参详一下。阿瑞啊，推哥啊，来，紧来看，我是看啥啦？有米粉转来啊啦！对啊，听嘛。米粉啊，你若出国一撮转来，愈来愈水呢。多谢听嘛，听嘛，这个胭脂吼，送互你，互你愈白愈青春。遮尔高礼数，多谢啦，多谢。对伯啊，这吼，你佫带是要送你的啦。我有礼物哦。妙啦，你哦才真有迄个心呢。蕊哥，米粉有心吼，是因为阿蕊。这是安怎讲？煞毋知影讲哦，迄内裤带哦，会当甲你绑五条啊。安尼阿蕊吼，就免烦恼吼，你会走出去风骚啦。阿玉啊，打你是安怎啦？又搁无代无志，搁咧受气啊？打饲查囝受什么路用啦？出国转来吼，恁大个人都有礼物啦，我半项都无。阿母，我哪会甲你放袂记你啦？我即届出国吼，专工甲你选一领足水足大版的礼服呢。今日咱等来试穿看卖的，我保证你会足介意的。哎呦，米粉啊，你真正快有，行，紧转来。这阿姨我的性地哦，实在是真心实啦。拄则嘴阁翘低低，听着美文讲家己买水衫倒来，吼，虽然咧嘴笑目笑啦，实在是。阿爸、阿母，来宝，恁哪有用来吃？阿母，阮头家娘哦要找伊讲话啦，爱人伫倒位？即摆伫咱厝啦。等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爱着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麻痹。头家娘，来宝啊，头家娘，这位就是阮阿母啦。头家娘，你好啊，坐啦，坐。多谢。阿母，我转来工厂做工课。你囡仔真乖吼。头家娘，你坐一下吼。好。真歹势，毋知你要来吼，也无伫厝等你啦。唔免遐客气啦，林太太。叫我阿蕊就好啊，叫林太太吼，我较袂惯势啊。好啦，阿蕊啊，我叫做叶秋莲啊，无你规矩叫我秋莲，安尼较可笑。对啦，中昼吼，伫遮凊彩食一个便饭，好无？唔免啦，等我公司吼做无用的，念伊就要转去啊。是讲今仔日我来吼，想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啊。有啥物代志吼？你请讲啦。来宝，毋是你的亲生囝对无？头家娘，你今仔来遮是专工要问这件代志啊？
请问你，内宝，是毋是你伫外口捡着？我伫咧捡着来宝，甲你有啥物关系？迄个红影是我放伫遐的。安尼讲起来，你今仔来的意思是要确定迄个红影是毋是来宝对无？对。那迄个红影真是来宝，你有啥物拍算？无啥物拍算，是感觉真意外。不过我心内哦，感觉真欢喜。想袂到，有一天我会看到我的囡仔。伊毋是你囝，伊是我的囝。伊是你的囝，我哪差一点仔袂记，真是的啦。其实我根本就无资格做伊的老母。阿弟啊，多谢你，甲我讲这个事实。